上团节目啦，你个总裁分享到动到，其实用因来学管理，其实是爸爸妈妈嘅影响动态。是，最从那个事情係講到，因為客家妹、客家細妹嘅細妹，受到媽媽嘅影響有動態。對，咁個其實你睇家冇看你總裁吼，哇，你啊看你動到哇，事業動心動，每一個成功的背後，其實有很多的高代嘅起伏。其實。我知道，其实新共狗还是有经历过一个蛮大的小低潮期，因为该东西好像因为影响自己很深的妈妈，对，哦，可能就是在一个那种预期的前提之下的时候，对，可能狗性嘿，所以对总裁给影响动态。其实妈妈走对我的影响力的打击比较大，是因为。以往有什么事情会去跟他分享，那我妈妈有一个特质，我从小呢，只要别人笑我的胎记，我就哭，我妈妈就会说，你为什么要哭呢？别人嘴巴动2下你就哭了，那你还能做什么？然后问我，那别人被笑有没有哭？我觉得我说没有。他说对，那你为什么要哭？我想一想，对，为什么我要哭？所以眼泪擦一擦，不哭了。我觉得他一直给我就是一个影响力，叫正面。就是一直告诉我，然后告诉我，女孩子你应该要会什么。可是到那个时候，你会觉得，突然间失去了依靠。那比较特别的是，其实这本书里面我写的时候，我还没有把它写出来，是我父亲还在。我父亲是2年多前也走了。那最主要是，其实我父母亲是感情非常好的，非常好。我从小到大没有看过我父母亲吵过架，他们食衣住行都在一起，涵盖洗澡，就是那种模范夫妻可是到妈妈过世前2年，其实妈妈知道的时候才3个月，我妈妈已经其实后来才知道，我爸爸后来外面已经有人追他，就是等于是有女朋友。那我觉得客家妈妈，尤其是我妈妈，对她的个性呢，她是很完美，她不能接受，所以就因为这样子，她就让自己走到这条路，所以让我觉得哇，那这样子，因为你看啊，我从很年轻10几岁，基本上是很辛苦，可是我的事业，就是我要做的事，一直都是顺利的，而且我其实回来台湾开连锁店，我记得那时候是22岁，台湾已经有10几家店，那我那时候妈妈走的时候，我就在想。到底生命到底深刻的意义是什么？那跟自己深刻的对话又是什么？然后钱能干嘛？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，所以妈妈就走了以后呢，那自己就觉得重新思考一下，就因为我的健康也出问题，然后因为有很多的事情，对。哇哦！所以哇，这个刚才的聊天聊得这么开心，这个时候突然讲到妈妈，就可以完全的感受到，其实总裁跟妈妈的感情跟这个对妈妈这个对总裁的影响力哈，对，所以就得感受到是系讲其实。因为我自己跟妈妈的情感也是非常的深刻，可是那个深刻并不是说有时候我们在外显上好像对父母亲很孝顺，我觉得我们不一定在外显上走得动，哎呀妈妈就是每一天的，就是好像，可是心中知道对这个亲人有多么大精神上面的一个。其实我觉得客家妈妈为什么会跟客家的女儿哈，虽然我们没有甜言蜜语，可是我们会是那个感情很深的原因是潜移默化，因为我们从小看着妈妈怎么照顾家庭，怎么样去面对人事物，怎么样去努力的去。其实客家妈，尤其像我妈妈，非常的热情，她对任何人，我记得我大概在香港要带任何好东西回到台湾回家，她只要有人来，她一定会把所有东西搬出来跟大家分享，就是都把最好的给别人。
对，这个我想说一下，这个总裁啊，你妈妈真的很客家哎，是不应松盖哈干谁吗？哎，我们没有这个自己褒奖自己哈，所以俺每哈干音，那都紧紧，其实你台讲哈干音，其实哈干音很好客，然后对人很好。然后呢，我妈妈还教我一件事情，我觉得后来呢，在这个创业过程跟处理事业的过程，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是。我小时候，只要我在家里面提到隔壁，或者是提到谁，就是我的同学或者谁如何有什么问题，他马上会制止。他都告诉我说，做女孩子绝对不可以过嘴别人的缺点。那我觉得这样，我觉得其实他就在教我讲好话，然后存好心做好事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的深刻性是很大的，所以到你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基本上，所以你不容易去就是把情绪抒发的时候去说一些，觉得不太好听的话，已经从小到大就已经根深蒂固。是的，你讲不出来，对，你就生气，你可能不开心，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你大概就只能沉默。那当总裁改然共很幸福哎，如果都懂嘛改总筹改实情，总裁也说你搞了你也没有哎丢东西哦，想要买东西也没有说是就是我的正面让雄鼓励哈，对，这个是是，我想一定是这样。我其实，在书里面还因为特别讲到妈妈，感觉很多，就是因为这就是一个你打白你讲你哈嘎你动传统的阿妹谁啊？对，他其实也以夫为天，对，也以子女为这个生活的你讲宠娘啊宠幸，对。就我在书里面有看到这个总裁的妈妈有一段，我记得好像什么。就是遇到身体上面的病痛，比如说像有时候夯斗该路有时好像一只大狗扑过来，对，他也不是好像。他就很勇敢，自己，而且那是一只非常大的狼狗。然后呢，基本上扑过来，把它压在地上，然后他跟他搏斗了大概20到半个小时。他也没有呼救，没有。然后就别人看到那个狗的声音很大声的，结果呢，他就被撕咬了，脸被撕咬了以后，就整个眼皮这样子，还好没伤到眼球，可是已经大半个脸皮都撕下来了。那你知道被狗咬哈，那个治疗是多么恐怖的，因为不能缝合，你要一直去让它每天去消毒，因为怕它的，因为狗的那个牙是有细菌的，所以不可以立刻缝合，要经过大概要2个礼拜以后，天天洗伤口，用棉花这样子洗伤口，它从来不含苦，它也不会告诉你痛。对，他就是忍着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他的一个那个，我跟他比起来，那我算是非常小的小角色。我们遇到什么状况就说，哎呀，这个不好，这个好痛，这个不好，但是他非常的勇敢。那当然了，爸爸其实给我的影响比较多的是，妈妈是深刻的内心的个性，然后就是我妈妈也有一点小洁癖，对，所以做连锁店的时候，起到很好的影响，就是待客啊，接客人怎么样的招待啊，然后整个环境啊，然后整体上，而且我妈妈会做衣服，我妈妈对时尚的东西，对美丽的东西还是很有独到的见解，所以从小她做一件洋装，我就做一件洋装。哇，总裁好幸福，都很福哎。其实，对，因为其实妈妈身上痘改优点，除了影响你，我觉得爱起头其实多多少少也有一点点，你讲遗传懂妈妈的。你说对时尚，对不对？因为爱读俩树地读有看到总裁有一个在演讲的照片，身上走给该亮小洋装是妈妈是亲手做的，而且。动等一下可以用该料裙呐，因为其实总裁因为也是很有时尚感想法，是想要做百褶裙、大章裙，结果布料啦，所以他做蓬蓬裙变小公主裙，对，因为补啦，所以是变成小公主裙，对，而且我妈妈呢，我大概小学那张照片是小学的照片，她就给我买高跟鞋就是她会觉得你应该就当个公主，我从小没有穿过短裤。
也不太穿长裤，基本上都是穿洋装、穿短裙。什么音色又什么音感？对，奇怪，他妈妈真的会这样哎，锦溪晚安用音，所以今天这个总裁才可以这么对，其实真的受爸爸妈妈影响很大。对，我妈妈是一个就是也很爱漂亮，但是爱漂亮的程度，我爸爸比我妈妈厉害。哈？我爸爸非常爱漂亮，而且我爸爸非常的英俊潇洒，看我就知道了。哇，我觉得谁来应该好像是隐性的，对，因为女性该好。就谁们应该爱美还比较显性的，因为你看我们常常种啊丢那么啊，放下蒙皮莫，那谁来你躲旁边用垫垫，好像你觉得你好像起都很随便动情才，其实内心搞不好非常的澎湃。因为我爸爸做生意嘛，所以只要到学校去或者逢年过节，我爸都是穿西装。所以我的同学以前都说，哎，你那个很帅的爸爸又来了这样子。所以总裁经历了这个妈妈这个离开的安永改对低潮，是1年半以后才走出来，但是1年半，但是一久哎，对，但是就觉得后来告诉自己啦，上一代的他们的感情世界不是我们能够去就是去控制，很难去断定。对，那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客家人说的嘛，就是注定了，那就是妈妈跟我的缘分就是这样而已。那就觉得祝福他，然后也时常就是觉得说，哎，你用怀念祝福会比什么都好。对，真是。所以其实讲起来，其实妈妈改讲用动态，其实也是动很丰，因为你跟妈妈有个很深厚的感情。对。不过，其实我弟讲你谈起来都讲。贵家狗仓其实也是有人生的够带到起伏。对，其实总裁，其实从我看两本书，长豆肚，贵小，够重，然后那时候还开始做美容，然后一家开店去到香港，其实开价可能5弟哦，这个总裁俩可能在动穷。哇，都有新球动新工。其实以前呢，是走过你讲好事学徒。对。那时候该在溪头里走学徒，其实这个狗仓很动辛苦，因为你想想看，你要到一个可能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跟一个师傅拜师学艺，你有 Q G 教你东西，对，一定又会受到很多人的一些你讲。我们是不好意思讲排挤啦，或者是一些那种小动作啦，或是流言蜚语。对。所以呢，你甲乡亲朋友，黑讲小弟很好逗呢，你总这个好事也是这个故事嘞，先聊下，等下讲怎么。